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透视中国的频道，我是明居正，透视中国团队的资深研究员，同时呢，我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今天我跟各位谈的呢，是给川普总统的3封公开信跟他的后续发展。那么我们要谈的题目呢，第一是要包括这3封公开信它的来龙去脉，第二，这3封公开信呢，到底在争些什么问题，然后第三呢，中共对这3封公开信又做了什么样的反应，跟他将来可能有的后续的发展。那么大家对这3封公开信的来由呢，一定觉得很奇怪，说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对，那你不一定听说过，但是在美国的学界政界呢，现在这个事情呢，正在这个变热当中。这信怎么来的呢？简单说就是川普总统从上台之后到现在，他逐步修改了对这个大陆的政策，那么叫对华政策。那么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有些人呢已经感觉到了。所以在经过这几年酝酿之后呢，美国的学界、政界、新闻界乃至智库呢，各方面对于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就有不同的看法。在今年7月3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首先第一封公开信出来了，它的标题非常有趣，它叫做中国不是敌人。那么是哪些人写的呢？是美国的前国务院的官员，而且是主管东亚的跟大陆事务的官员。再来一位呢是美国的前驻华的大使，再来几位呢是有名的大学的教授，那么是研究的大陆问题的。那么最后呢是这智库的这个学者，也是挺有名的学者。那么这5个人说他们联合呢草拟了这封信，当然有一个人执笔。发表之后呢，他邀请很多人来这个联署，就后来最后呢，第一次发表的时候联署呢超过这100个人，所以叫做100人公开信。那么这封信呢是批评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说川普现在政策呢是不恰当的，那会刺激中共，然后让两国关系呢越变越坏。那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呢就是我们透视中国团队发表的。我们看了这封信之后呢，我们发现这封信里面呢其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大概最核心的问题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把中共跟中国分开来，他们这两者混为一谈。第二呢，他们喜欢中国，但是呢好像不自觉也在喜欢中共，所以对于中共的很多政策、很多阴谋、很多这些在这个美国背后呢去搞鬼美国动作呢，并没有很明确指出来，那我们把它指出来了。那么这是第二封信，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信的全文呢，中英文呢都有发表。那么第3封信呢，说起来就有趣了。那么这2封信出来之后，当然就是底下呢其实是暗潮汹涌。7月18号，那么第3封信出来了。这第3封信呢是一位美国人叫法内尔他所执笔的。那么他是什么身份呢？他原来是一个军官，原来是美国的海军上校，现在退伍了。那么曾经在美国的第7舰队，就是太平洋舰队呢担任过情报官。他不同意第1封信的看法，比较接近第2封信的看法，所以他就执笔写了这封信，那最后呢发表这个网站上。那么这3封信当然这个里面谈的问题很多，就我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我现在呢就提纲挈领的说一下这3封信争论的最核心的焦点呢到底在哪里。那么在我看起来，最核心的争论焦点呢大概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中共到底等不等于中国。那么第二个争论焦点就是这个中共呢对美国对全世界呢是否构成威胁。那么因为第1封信呢对中共跟中国呢不做区分，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呢对美国对世界是没有威胁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说中共跟中国呢其实并不相等，那么中共只是操纵了中国的符号，然后占有了这块地方，但是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呢对美国对全世界呢都有伤害。所以这是第2个争论焦点。那么中共呢对美国对全世界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那么第3个问题呢就很直接了，那么美国跟这世界呢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对这前面2个问题呢持了不同的立场，对第3个问题呢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是当年雷根跟卡特呢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们进行了一场辩论，就是怎么看待当时的苏联，然后呢怎么去应对苏联。
卡特这批人认为说，苏联或许是个威胁，但是威胁并没有那么大。然后我们现在也不能跟他硬碰硬这样对着干，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引爆战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来往，然后慢慢去改变他。雷根说不是，雷根说趁着我们现在还有实力，那么苏联这段时间会这样搞呢，就是因为他们欺负我们软弱，所以我们现在强硬起来，我们可以逼他们后腿啊，逼他怎么等等。所以双方争辩激烈，当然大家知道最后呢，雷根选赢了总统，然后最后雷根也把苏联更多搞垮掉了。所以以上是简单说就是这3封信的3个主要的争论焦点。那么对于这3封信呢，中共的反应就非常有趣了。对于第1封信呢，说中国不是敌人，大家都猜得到中共反应是什么？中共是高度赞扬了这封信啊，并且说这封信里面理性的什么平和的观点呢，是我们高度赞许的。这是第1封信。对第2封信呢，中共呢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那我估计就是因为我们是无名小卒呢，他们不想理我们，所以没有做任何回应。那么对于第3封信，中共的回应就非常有趣了。坦白说呢，执笔人呢原来是美国的这个海军退役上校，身份地位也不特别高，然后这个发表在一个也不是特别知名的网站上面，虽然后来陆续有人发表，那么照理说中共其实轻轻打一下或者说不太理睬呢，可能也就过去了。可是我们看到情况不是如此，我们发现中共呢前后大概从7月18号开始，22号那个礼拜了，1个多礼拜下来，我们看到中共连续发了10几篇文章，在这个央视啦，在人民日报啦，新华网啦，光明啦，环球啦等等几大网站呢，还有其他像这个各个入口网站呢也都转载了，或者说这连发了这些文章。那有的是发这篇，有的发那篇，反正就是搞得非常热闹。那么这些批评的10几篇文章呢，大概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这个攻击跟贬低呢，这第3封信的这些执笔人跟联署人，说这些人在学界不是什么知名人物，然后什么在这里面不是特别什么样的人物，所以他很明确讲说叫做杂牌军啊，也是不是正规军。第一。第二，他说他们这些人呢，第3封信呢，他们抱持的观点呢是过时了的冷战观点，抱持一种零和思维，纯粹呢就是幻想一个敌人出来要抹黑中国，对付中国呢，对付中共。那么再来呢，他们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呢跟美国呢不但不是敌人，中国也没有称霸，也没有要争霸。那么真正在这边称霸，然后这边这个在世界上这个行使霸权的呢，然后到处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的呢，是美国啊，美国才是霸权。而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好，那么除了以上这几点之外呢，我们注意到这些10几篇批评文章呢，还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故意在重新模糊跟混淆共产党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跟分际。那么把我们那封信指出来说，中国不是敌人，中共才是敌人，这份际呢再度模糊了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们很明确点名说，在这第3封信的联署人当中呢，除了我们刚刚讲杂牌军之外呢，他们还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联署人当中有所谓的法轮功邪教分子。这个就有趣了，而讲话的人呢是中共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好，那现在下个问题来了。中共为什么对这封看起来其实应该不太起眼的公开信会这么生气啊，这么勃然大怒呢？我们认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川普呢好像在打人权牌，尤其在打法轮功牌。这件事呢可以往轻看也可以往重看。我们先说往轻看。往轻看就是他们认为川普现在面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然后希望逼中共签这么一个贸易协定，那么中共呢迟迟不签，所以他们川普呢想要加重筹码，然后呢就把这个人权牌甚至把这法轮功牌拿出来。你不是看到了吗？他在这个白宫呢接见了各种各样的维权人士，然后也接见了宗教自由的这维护人士，那么还特别接见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还跟他做了亲切的谈话，然后聆听了这法轮功学员的一些介绍，特别讲到了这个法轮功现在怎么被迫害，然后怎么被活摘器官的事情，然后川普自表同情。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大家也同时看到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也好，国务卿也好呢，也都在这个谈宗教自由的问题，谈人权的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说，中共认为从轻了看，川普呢在打人权牌，在打法轮功牌，但是呢他大概没有更大的目标，他只是说想让这件事情增加他筹码，然后逼中共呢尽快签下这个贸易协定就好了。这从轻来看。从重来看是什么呢？那他们认为这件事情非比寻常应该是川普觉得说不耐烦了，他不但呢在这个贸易战上面想要击溃我们中共，他根本想彻底呢把我们中共玩垮，所以他不但是在打贸易战，然后打这个科技战，打什么战，他现在已经上升到呢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的跟价值观的对抗，他开始打人权牌，开始打法轮功牌了。那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中共究竟是怎么去估算，但是我们晓得中共习惯呢一定是从众去估计这些东西，所以这下呢这问题将来就会很大了。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察，我们认为说中国为什么会生气。第二呢，我们认为中共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呢？这跟现在他所面临的态势有关。我们一直讲说中共呢，尤其是习近平现在情况是内外交困，内部他碰到了这个不管是这个江泽民的挑战啦，或者经济的问题什么等等，他现在外部呢这个说内也可以，说外也可以，他现在碰到这个香港问题。香港因为送中的这个条例引发了这连续大概1个多月的反送中的示威游行，闹得这个国际上这个满城风雨，尽人皆知，让中国现在非常烦恼，所以这件事情呢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这个事情爆发了。第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一直说呢，习近平上台到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集权这个已经高度集中，可是我们一直认为在中共内部，尤其在中共党内，依然有相当一支反对习近平的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正在慢慢集结当中，也是把这些事情呢抓起来当作筹码要去对付他。所以大概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估计说川普在打人权牌，尤其打法轮功牌，那么真正担心的是江泽民那批人，因为破坏法轮功呢是江泽民这批人的始作俑者。那么所以江泽民这些人看到川普去打这个牌，那么他们比谁都担心，他们会担心说这个事情爆发之后，万一将来习近平对付不了的话呢，习近平呢可能会切割，就把这事儿呢就推到我们头上来，让我们去背黑锅，然后把我们打下去了。所以他们的估计会是，那与其被他这样弄的话，不如我把习近平拖进来，大家一起死呢，这样你就不敢拿这事修理我们了。那么习近平的逻辑会是，那么如果他们这样担心的话呢，他们要把我拖进来，所以我还得赶紧切割。那么江派会这么想，所以换句话说，川普一个可能没有经过那么精密计算的一个动作，在中共内部呢就会引发这件事情，所以才看见了这么激烈的回应。我们认为后面还会有非常复杂的发展，所以将来我们会持续跟各位关注，那么请各位也持续跟我们一起关注这议题。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你做3件事情。第一呢，请订阅我们的视频。第二呢，有机会上我们的网站去看看，我们网站上呢还有很多非常有趣非常深入的分析。然后第三呢，请各位有机会呢订阅我们的这个网站，成为我们的会员。那么将来呢我们会有更多东西呢会送给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节目就谈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会，我们下次见。